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大摩还有高盛这些海外机构对咱们的房地产市场似乎这看法又调整了，比以前又悲观了一些。你比如说高盛说咱们好像是房价还要下跌，这个到高峰期的只有25%，这个就是购房需求。大摩说这个咱们2026年才能见底。当然了，这些海外机构它的对于房地产的看法，它也是在变动的，不是一成不变。高盛曾经说过是 L 型复苏，但是他一直没有说 L 一数到底结束没结束，所以说法比较多。最近高盛他也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远远没有触底，也就是说这一数还没结束。这个如果有新一轮政策刺激或许可能从2026年底左右开始复苏。6月25日，高盛在其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但房地产市场远未触底。该报告称，中国房价在4年内下跌了20%，在2027年触底之前可能会再下跌10%。那我们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比高盛评估的更乐观还是更糟糕？也就是实际情况会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认为恐怕实际情况比高盛说的还要糟糕，也就是说高盛的这个报告还稍显乐观。这个文章认为，他说高盛的报告基于对1960年以来15个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事件的分析，该分析发现6年内房价回调中位数是30%。高盛将房地产泡沫定义为从周期性峰值下跌20%。该报告称，鉴于住房存量和持久性和房价的粘性，房地产萧条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最终找到底部。在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释放了史无前例的降息、降准、降首付刺激消息后，中国各地又陆续跟进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房地产措施，推动去年年底、今年初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暖意，房屋销售量下降幅度和房价跌幅有所放缓。但这些措施释放了一些积压的需求和提前释放一些未来的需求之后，刺激效应迅速消失。最近几个月，商品房销售和成交价格再次疲软。5月7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同比下降4.1%，环比下降0.2%，创下7个月来最大跌幅。而二手房价同比下降6.3%，环比下降0.5%，创8个月来最大跌幅。高盛的报告称，尽管压力越来越大，但政策制定者在推出货币和财政支持方面仍然持谨慎态度。相对于历史常态，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放松，以防止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根深蒂固的需求疲软。所以该报告预计，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出口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官方将采取行动放松政策。该报告预估，在新一轮刺激政策引领下，从2026年底左右开始，一线城市可能会引领复苏。这个观点跟大摩的观点类似，就是到明年年底，一线城市率先复苏。实际上，最近几年从人口总量、结婚人数、新生儿数量、城市化率、人均住房拥有率、城市老破小区数量、家庭债务收入比这些维度、这些指标来看，实际上就不难发现，中国房地产供给与需求存在多大的矛盾。为什么房地产的需求会一夜之间消失？从高盛的这份报告分析之下，再从住房市值如 GDP 还有个人收入比例的角度，可以定量的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空间到底还有多大。衡量房价泡沫的指标，传统上一般用收入房价比、租金回报率、房价增长速度如 GDP 增长速度比例、房地产贷款如 GDP 的比例等指标相互交叉验证。其中租金回报率其实与人员流动性、人均住房拥有率有关，因为人员流动性越大，租房需求越高，租金回报率自然越高。但人均住房拥有率越高，供给量越高，租金回报率自然就越低。所以实际上，租金回报比并非是衡量房价泡沫客观指标。那么房价增长速度如 GDP 增长速度比例
实际上不仅受到住房拥有率的影响，还受到经济结构影响，这个与 GDP 的这个计算规范有关，还有房地产贷款与 GDP 的比率等等这些指标。那么哪个是衡量房地产泡沫比较可靠的指标呢？该文章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总价值与 GDP 的比例，以及房地产市场总价值与可支配个人收入的比例，这个是衡量房地产泡沫大小的一个可靠指标。从中美住房市值与 GDP 和个人收入的比率来看，美国人均住房总价值 14.6 万美元，净值是 10.3 万美元，住房贷款余额 4.3 万美元，而中国人均住房总价值 7.86 万美元，为美国的 54%， 净值 7.29 万美元，为美国的 71%， 贷款余额 0.57 万美元，为美国的 13.3%。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房屋贷款负担从数据上看并不重，仅为美国的 13.3%， 但202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36 万美元，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 0.76 万美元，仅为美国的 12%。 由于人均收入太低，所以美国人的住房债务比例收入比为 68%， 但中国城镇居民超过了 75%， 所以实际上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债务负担比美国人要重 10% 以上，也就是美国人的收入高，他虽然债务比重大，但是他的收入高。那中国的城镇居民看上去咱们的负债比美国居民要小得多，但是你的收入低，所以理论上住房存量为 GDP 中消费之后的个人住房投资积累，中国的住房寿命普遍低于美国，理论上中国住房总价值占 GDP 的比率应该低于美国，但实际上2024年美国住房总价值与 GDP 的比率为 170%， 中国城镇住房总价值与 GDP 的比例高达 386%， 这意味着从 GDP 角度评估，我们的房价至少高估了 1.26 倍。理论上，而住房存量来源于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住房投资部分，如果中美消费率大体相同，则住房价值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应该大体相同。但由于美国人在社会保障方面与保障水平都远远高于我们，加上消费习惯，2024年美国人的消费率超过 90%， 中国城镇仅为 64%， 所以考虑到消费率，统计学上我国住房价值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应该不超过美国的 3.6 倍。但实际上2024年美国住房总价值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3 倍，也就是说中国城镇住房总价值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0.3 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房价至少高估了 1.86 倍。这个分析它是以美国的 GDP 和美国的人均收入以及美国可支配收入和美国的房屋的总价值为这个参考目标，他得出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房价至少高估了 1.86 倍。当然了，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参考。那也就是简单的说，这目前的房价再腰斩，恐怕才是它的真正的价值，大概就会跟美国是同一个水平。说上述数据意味着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从价格上看还远未调整到位，房价要调整到健康可持续水平，理论上还有 56% 到 66% 的下行空间，也就是腰斩嘛。说政府的刺激政策只能减缓其下行速度，但难以改变其内在的调整规律。因此，房地产下行调整的实际时间应该比纯粹的市场自发调整状态要长很多。说高盛的报告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而显得较为乐观。他这个文章我说了，它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但是趋势没错，也就是房价还要往下跌，至于说跌到哪儿，他说还要跌一半，多长时间跌一半，这个不好说。那对我们韭菜来说，那你不用管跌多长时间，你也不用管什么跌到多少，你只要知道明年比今年便宜，那我等到明年再看。所以韭菜你不需要搞得太明白，我再等到明年再说。明年我再看看这些高盛、大摩这些分析人士他又是怎么看的。这个文章说的趋势，这个还是可信的。
目前就是这么走，这个也跟咱们这个节目经常说的是相吻合，是吧？咱们说各种救市措施只能是延缓、缓解，它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这房价到底会跌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会稳住？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咱们说要简单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当我们的就业环境好了，但你的收入好像稳住了，你已经不再为这个失业担心了，甚至有的人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觉得我明年我的收入还涨，要涨工资，要加薪。但这个大学生一毕业之后，他能找到工作，但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那房价它是不会再下跌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但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房价它自然就停住了，否则不管采取什么救市措施，那房价只有下跌一条路，因为最终还得靠韭菜去消化这个房子，把这个债背走，把贷款给贷上了。现在是韭菜无力承接。你看各地的救市措施，你比如沈阳，它在这2年也出了不少救市措施。沈阳在东三省里面3个省会一直是相对比较稳。我们一直说这它为什么会稳？它皆因为有个宝马，华晨宝马。铁西区宝马工业园，宝马还在那，还有2期，一个宝马就让沈阳市政府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你看这2年是不是宝马销量是在承压，宝马的价格也在下跌，宝马的 4S 店是不是到处在爆雷？也就是宝马的销量，宝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宝马不好过，那是不是沈阳政府日子就不好过？对沈阳市的就业，这个都有影响，那就对它的房价就会有影响。如果你在宝马上班，一线工人、拧螺丝的、流水线工人，但是你是满负荷上班，你这个正常上班，不是说上1天休息2天这种，你只要正常上班，在沈阳买房，甚至你一个人养活2个人，养活一家3口都没问题。我的节目还转发过一个女的采访的沈阳宝马的一个流水线上一个职工，她不就是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家人吗？老婆和孩子还能买房，这就是宝马提供的工作岗位，它就能解决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他是贷款买房的，大家也知道，那现在压力就大了。这宝马也可能是要裁员，也有可能是他工作就不饱和啊，是上1天休2天。你这种工作，它肯定跟你上班天数有关系，你上的班天数越多，你的工资才越多啊。也就是说，你即便不裁员，你也会被降薪。那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压力就大了。今天金融界他也有篇报道说，金融业降薪裁员潮汹涌，从业者薪资腰斩50%，纷纷转行考公。说金融行业近年降薪裁员现象频发，从业者面临巨大压力。2024年上半年，银行系统降薪裁员明显，券商、投行也不断优化人员，行业人才紧缺指数处于低位，人才供给是企业需求的2倍。有工作9年的从业者也遭遇裁员，行业普遍降薪30%到50%。降薪裁员之下，金融人纷纷寻求转行。中泰证券分析师周寒阳转型做教培，还有人考公考编，当大学老师、自主创业等。你看这个券商的分析师不干分析师了，他跑去做教培去了，教你学英语去了，或者教你别的去了。还有券商的分析师、券商从业人员考公考编上岸去了。2025年上海和各地税务局公务员拟录取名单中有20余位券商从业者。而不过金融行业并非毫无机会，不良资产、财富管理等小众领域招聘需求仍在，薪资待遇也不错，如5大 AMC 不良资产薪资能达25万左右，招商银行财富管理岗第1年薪资约20万。这是金融界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金融业降薪裁员，从业者薪资腰斩50%。咱们这个频道的老粉丝应该知道，恒大爆雷以后，我是不是说后面金融行业就要惨了？先是互联网大厂不停的裁员，后面就是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那就更晚，互联网还有这金融行业，那都是中国能够提供高薪收入的岗位，也就是所谓的白领多，所谓的中产，那都是从这些行业批量诞生。但是这些行业是吧，都是要首先遭到打击。这才几年，金融行业降薪裁员潮汹涌，平均工资直接腰斩。大家还记得去年是中金证券的一个女的这个从业者，从小就很优秀，就是因为
扛不住这个降薪，自我了结了。大家还记得2年前还是3年前，中金的一位后台的员工晒他的收入，就是他媳妇晒的。本来他是买房要开收入证明，年薪还是200万，结果他那个媳妇把这个在朋友圈里面还是在那晒出来了，凡尔赛一下，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没想到那个金融从业人员顶点了，从那天开始，金融从业人员就没过上好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一天比一天差，一天不如一天。那到现在是不是见底了？不一定，更难的恐怕还在后面。说这个什么意思？你看看这些人收入都在下降，你还指望着谁去买房子？这是就业。那你再看看消费，现在消费大家就通过自身，从你观察身边，观察你的生活。你不要去看那些统计局的数据，那个数字，那肯定都是稳中向好。你看什么？你看你身边那些饭店，最近是不是很多大饭店都在饭店门口开始卖快餐盒饭？那大厨都跑到饭店门口搭棚子，是不是现场制作很多鲁菜，还有饭店的拿手菜、小凉菜，什么麻辣小龙虾等等？我发现了很多饭店都这么干，这个在往年是没有的。我记得好像疫情期间好像有过一阵子，这个菜卖的也很便宜。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饭店，你别管它档次多高，你要是几个人商务去吃一顿，人均至少300、400的，这是最起码的。为什么？你要在里面吃，他比如说什么汤，一个人来份1粒，它便宜的68，贵的198，还有贵的298的。喝一壶汤啊，那一盅汤啊，就一个汤就得干这么多钱进去了。你再说说其他的菜，在那整2个特色菜。所以4、5个人去消费个2、3千很正常，但是现在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些饭店屈尊啊，跑到门口开始卖盒饭，什么红烧豆腐、麻婆豆腐、青椒肉丝，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消费在降级。到饭店去大手大脚花钱的已经少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说是因为商务活动少了，所以这种商务宴请就少；有的说是因为中产没钱了，不装了，勒紧裤带过日子啊。谁还要去喝那个198一盅的汤？自己去买根海参上馍，198你得买多少根海参？得煮多少碗汤？不香吗？所以说中产没钱了，勒紧裤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你说你刺激他，你说我给你优惠10%，你去消费，他怎么可能消费？他是差那10%的事吗？他是不看好未来，所以你消费你刺激也没用。现在有一部分人还在追求性价比，觉得这东西实惠，他还愿意付费。马上大家也性价比也不追求了，大家追求极简主义，就什么意思？不该买的绝不买，你就是便宜我不买。一瓶可乐啊，比如说3块钱，以往你要降到2块，好多人还跑去买，囤点货搁家里面，来了客人招待一下。现在你降到2块，人也不买，你降到1块他也不买，因为他没这需要，他也不想拿可乐招待客人，能省点是点，就这个意思啊，压缩需求了，而不是追求性价比。不需要的开支全部砍掉，所以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你说你刺激消费有什么用？我们再看网上一个自媒体发的一个文章，它叫宋无一，是香港发的。他这个就是介绍香港商铺结业潮远比想象中严重，也就是他在大街上拍了很多香港商铺啊，旺铺转租都是关着门的，就像咱们在北京很多地方还是广州看到的，就是临街的商铺都是关门的。没人租不出去，都是旺铺转让。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昨天陪老人逛街，妈妈说楼下空了好多铺面，哪几个铺面从去年结业到现在就空置了。结业恐怕就是人家退租了，搬走了，叫结业。很多铺面去年结业到现在一直空着的，那不就租不出去吗？说哪家准备结业，现在打折甩卖，哪家已经结业一直没租出去。他说我妈对该地区铺面门儿清，就是特别清楚，经常逛。他说我这才留意到，确实如此。说这一轮北上消费潮和超额地租，把香港实体店逼上了梁山。他认为是因为香港人北上消费，到广州、到珠海、到深圳，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说现在拼淘宝、京东在香港也是攻城略地，香港实体零售商恐怕难以维系，只有闭店一条路。部分商家已经先人一步转型，做了什么2送饭、特价超市等等。有部分高才老板拿身份后开的加入这些
还能善存行业竞争，恐怕激烈程度不止这一点。他说，看着一排排空置的铺面，满大街的就是两餸饭、快餐、茶餐厅，心里蛮不是滋味。这跟我很多年前对香港的印象相去甚远，也不应该是香港应有的样子。港风从来都不是这样，但是变化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就不变了。说非常明显，香港商业面临重新洗牌，消费者从来都是趋利的，不能批评消费者不对，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很多人归根于超级地租，导致高租金，导致这一切有一定道理，也不是全部。总之，香港商业或许面临一轮血雨腥风，就是什么原因先不说，至少表面现象是，香港的这些实体店商业越来越难。他说，新港人与京东、拼多多的习惯和喜欢是源于10多年的使用习惯。如果有一天说了，他也习惯了，那消费场景可能要以线上为主。目前香港消费场景已经除了吃喝、交通出行、旅游业，其他所剩无几。也就是香港的消费也是肉眼可见的在走下坡路啊，而且是不是有加速的意思？今天有个热搜也是非常神奇、非常惊悚。什么热搜？说有个人买了个新房，装修的时候，他在他的新房，他是1层带院子，在他的新房这个土层里面挖出了一个男性的尸骨，惊悚不惊悚？这怎么回事？2024年，河南长垣孙女士购置长城德林城3期1楼带院住宅，当年的12月12日，装修时在阳台下方松软土层中挖出疑似人体大腿骨，随即报警。警方带走尸骨检测后，他自行挖掘，又发现多根肋骨、尾骨，遂2次报警。事后，申女士要求退房或换房，开发商以房屋已交付拒绝，仅提补偿却无实质方案。物业称其院落土地仅享有使用权，回填土为外购，未全筛检。警方初步判定尸骨距今20年。2025年4月，住建局组织3方协商，要求等刑警检测结果后再议。6月16日，刑警口头告知为男性尸骨。次日，协商仍破裂，住建局称开发商不配合，无法推进，事件至今搁置。孙女士承受巨大心理阴影，维权陷入僵局。这个怎么说？这个事情谁碰上，谁恐怕心里都不舒服，挺吓人的。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它的重点在哪？我倒是觉得它重点就是这个尸骨，首先排除是什么刑事案件。大家都知道，现在盖房子土都是回填的，先挖地基的时候把那土先挖走。大家见过工地挖得很深，下面要建什么停车场，外面也都挖完之后，后来再回填，有的地方它需要填土再回填，应该这么操作。那它阳台外面是不是那是回填的土？那它那个土从哪儿取的？如果取的那地方是坟地，那警方已经说了，这只有20年嘛，也可能挖了人家坟地的，就这么装去了。那这还好一点，把谁坟给挖了。如果是凶杀、刑事案件，那这个冤魂，我认为这个才是重点。至于这个业主，那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恐怕就陷入扯皮了。当然，他也可以告开发商，要求开发商给他赔偿精神损失，或者是把房子退给他。但是这个官司都不太容易打赢，反正是扯皮。你赶上这种事情，你就倒霉。为什么我这么说？我认为你要这个算开发商的责任也行，你要说开发商没责任也行，这就是两可。我估计法院到时候又是和稀泥。你为什么？你说你在1楼，你河南又是个是吧？是一个历史遗迹比较多的，我不知道长垣这个地方多不多。那下面都是古墓，你哪知道你地下往下挖一挖是不是个古墓？很正常。你比如说西安，你随便哪地方盖房子，你一打地基就完了，马上现场就要保护。为什么？肯定有挖到墓了。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好像山姆在西安都选址选好了开建嘛，结果现在已经停了。山姆恐怕要换地方，为什么呢？就因为山姆选址那个地方下面据说有上千个古墓，你还移还没法移。这样的报道很多，有的这个房子就盖在古墓上面，那下面就是坟。所以说，买房子买到这样的房子，那就是叫运气不好。
摊上这种事，扯又扯不清，耗费精力。但是你要算开发商的责任，当然可以的，因为你回填的时候土质量是有要求的，你不可能什么土都能回填，那他肯定是开发商质量不达标。所以说就看这个法官到时候怎么和稀泥。但是咱们说，你说现在哪个开发商说日子还好过，还有钱拿出来赔？哪个开发商还能把你房子回购回去，退钱给你？哪个开发商除了国企、央企现在稍微松快一点，大部分开发商都是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都是在耗日子啊。你把他告赢了，恐怕也是叫心理安慰，赢了官司，输了钱。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